观众朋友，今日个好么？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讲起我哋乐队，除了有我哋300人的开垦以外，我哋一片有关丰富的知识的知识，同时我哋饮水文化，还有我哋庆典文化嘛，可以上面。不是听到我哋的学习，还有地方文化的一啲学习的一啲努力底下，唔单止系丰富的我哋地方文史的一啲本土，同时嘛把我哋客家的文化的产品，我哋特产嘛做一啲最完整的一啲记录，同时希望讲可以把我哋喺外面的优势全部上过来我哋嘅农庄地方，上过来我哋嘅乡村地方，俾到俾我哋六对嘅未来做一啲新嘅经济、新嘅文化、新嘅发展。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咯，其實係我哋福起來嘅老朋友，我哋呢來自新北嘅葉振勇葉先生。而以前咯係做我哋嘅綠隊眼鏡工作坊，但是而家有一啲新嘅工作哦，係我哋綠隊天神貨物出賣所。但是因為出賣所到底係賣乜嘅咯？我哋馬上歡迎今日嘅來賓葉先生，聽佢講，因為出賣所到底係賣乜嘅東西？葉先生好，主持人好明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來自組隊嘅新北體育總。振勇先生吼，因為從頭到我哋一開始嘅節目地方，我哋都有講到講，即係成立嘅綠隊天神貨物出賣所。一開始我有一個想法去做一個出賣所。其實我係從去嘅地方對8歲仔吼，做下家庭嘅在喺個重建中時，我係發現到，我哋地方我創造一個菜地嘅收入機會，菜地嘅收入當時係對家庭一片，係都也地方嘅文化資源嘅調查，還有專做文化經濟、文化體驗，嚇安尼嘅發通，嚇如果你講文化觀光啦，啊後來我哋沙期太好嘅開課嚇，除了文化資源嘅調查以外，另外可能有開一個對地區嘅產業文化嘅資源嘅調查。啊，睇多也福氣吼，佢嘅過程喺12月嘅時節拄到，因為高麗菜吼都旱田嘅時節啦吼，是差唔多安尼元旦嘅12月代元旦時，當年我們拄到一個崩盤期啊，假使吼要拄期啊吼，要拄期啊，安尼都發通嘅沙太嘅方言吼，安尼來少高麗菜農吼，用會少呢。安尼都同呀高麗菜吼，本盤嘅時節吼，用安尼用最好嘅純發酵、純天然釀的安尼金門高粱醋吼，釀呀安尼台式泡菜，結果發現一定的比例創造出來呢口感啊，市場吼大家很能夠接受，安尼嘅情形之下吼，安尼基礎喺吼，都再繼續發展咯。安尼鳳梨啦，安尼檸檬啦，吼，安尼做鳳梨酵素、鳳梨豆、鳳梨漿啦，吼，啊個檸檬酵素，吼，也檸檬醋，安尼個發展，安尼都安尼相信伊，吼，安尼從基山平原，靠太平山下，吼，太平路神山野尼嘅鳳梨啊，但是吼7、8月聽樹嘅時節，吼，我拄到雨季啊。安尼卡樹嗰時，安尼雨水來吼，佢容易上海當安尼網絡俾人講咧，要安尼肉鬆啊，打起來要肉聲吼，佢說也網絡可以啦，拄到雨季吼，啲家私馬上都會降下來，佢安尼啲家私第二條還冇出來之前吼，雨季期間吼，安尼利用也網絡來做加工吼，可以幫忙也。農民咧，安尼嘅速度也天然在海吼，安尼嘅順海啦。多多少少有一啲補貼啦，吼，因為唔單止講係嗰種提早來採收，吼，冇都講提早來去保存，吼，至少唔會睇我哋風采係咧係，都真係全部都打泡水打掉係的。但是佢就變成一定係等你加工品嘅時間，唔單止可以把伊可以賣嘅時間變長，同時嘛可以多多少少去重塑一些可能會被打泡係的一啲物產。咁將我記得講，頭先生以前來到我哋節目。
末时节，其实以前用绿队严谨工作坊的伊个态度嘛，就从头先人讲的当初回到北方风山时代，回到新毕的时候，用伊个地方文史调查嘅角度去加入我哋故乡的一个行列。啊，其实是挪威用对个开始对个纯粹的文史工作者，变成伊个开始去关心我哋嘅地方的物产。其实，文化资源同产业文化吼，以前的早期洋初拢有讲所谓的文化产业化，啊个产业文化化吼，也愈变来讲，哎，我哋可以用我哋做乜个伊个地方要安尼吼，开通也因为创造安尼产业的文化吼，也迄个去出特的去做探讨，甚至吼也迄个地方的特色咯。安尼长期以来吼，对就对地区的安尼产业嘛，过去农业时代，啊后来社会的转型到工业社会安尼农业机械化，还有安尼嗰度劳动力吼，无需要按度劳动力，嗰度安尼嗰度绿队的肢体吼，愈跟都市吸过去啊吼，吸过去些今天啦，他就说发现到吸过去像我经验，我即个以前后生的时节，我伫高雄也上班，12年也伫高雄，啊伊个生长的安尼经验吼。啊，几落吼，过年过节也是讲，安尼时候对安尼关心文化，但是关心文化的传承，但是问题安尼学长吼，遇到一个问题就讲，安尼产业变经济的问题，迄个让伊本人留下来的问题的根源啦。啊，创作也采取的手艺技艺吼，安尼咁样讲，就做也产业文化，专做。伊个产业地方帮助地方经济的一个切入点。以前迄关心的迄地方文史的一个发现吼，同时帮采体人了解即个采体的一个文化。但是后来我发现到讲，其实几多年轻人无办法无办法迄个听个嚟做，真正都因为无工作机会。我就我希望讲对伊个文化产业的一个角度来。行到前面，变帮人产业同文化化。啊，产业同文化化一件事情，我看啥都讲，因为产业同当地的文化还没有关系。像多多前上有讲到讲，譬如讲我哋讲我哋新币啦，也係啲冲积扇，吼，个冲积扇底下都可以种黄梨，但是。即个迄咪同咱观众朋友睇有说明下，比如讲以绿队啊地方来讲法，迄咪米只无腔样嘅队吼，甚至比如讲女仆嘛吼，伊去到无腔样嘅地方，伊占嘅地方无腔样，啊伊更加要物产嘛係无腔样嘅。我们像安尼绿队吼，对科学嘅加动吼，也科学嘅，也都在冲积扇嘅米下，伊嘅土质都搞个属于粘土质吼，啊粉土呀。啊，我想到靠近也太无产变咧吼，都冲积扇片，安尼绿队它一种嘅分布吼，拢系也伊嘅冲积扇构成嘅屏东平原嘛。好，啊绿队嘅客家种大部分都系冲积扇平原嘅中央啦，山央区啊。对于绿队嘅历史研究吼，佢嘅空气研究吼，绿队嘅先民大部分来係历史上含咗讲种地用工啊，吼客宅用工啊，吼也係講本人搶了種田嘅，係種田嘅吼啊，甚至於同人哋祖先吼人哋共同來講做隔省流域啊，嗰啲省咧吼，嗰時候早期來都來啊春天來啊種耕種啊秋天熟成吼又歸去喺條天然嘢作成啊啊變啦伊個習慣一直到來下到雍正同乾隆年間，它一個轉型，一轉型咧拄好華南地區啊，華南嘛，也福建華南地區缺米冇米啊，台灣嘅米吼，那你客種都拄好睇啊，你嘅冲積扇平原嘅山陽區啊，適合種水稻，種水稻一項嘅客家移民入來吼，都專做用組織化嘅方式，用送客家送飛入
来开垦啊，开辟作春吼，年有分吼。也安尼上天安尼就对天气吼，创体安尼当时创造安尼可长保富足的伊咧客家的社会呢，伊上会透过家族的力量，透过宗亲的力量吼，来伫遐开垦那些。故说也摕就对天气安尼上会所留下来的货放宗祠吼，也得好，迄安尼就对很佢重要的那文化资产。我同遐水文化的关系哈，也是水文化吼，伊个水准呐，对遐客庄的聚落吼，伊个关系吼，有生活、生产、生态，伊还三生的关系吼，简单讲，迄假使讲伊个水准对水源头，你倒伊个总头吼，客家人吼要摕水头吼。你北港水头北港吼来看水吼，水流喺面下的时候，流出去总头，我又来吞水吞出北港的蔬菜嘅北港啊，也係安尼客家莊同嘅水嘅關係。個水日來客家對嘢客家莊吼有安尼對生活嘅安尼文化景觀吼，有客家人會用嘢浮流水吼，水圳吼來種菜啦。留喺多田園吼，如果人哋港中啊，有生產生態嘅關係吼，還有咧生活嘅關係，客家莊同水嘅關係，就對呢個先有伊嘅特色啊。嗰時睇下三百人地方，其實我哋睇下綠隊嘅地方，唔單止有幾豐富嘅一啲人文嘅歷史嘅一啲文化，同時我哋嘛有幾豐富嘅物產。休息一下喎，等下我哋嘛有嗰度好精彩故事。欢迎过来，福起来！上个节目，我哋来自屏东新毕嘅叶振勇叶先生，同我哋讲绿队天山货物出卖所当初嘅成立嘅原因。我想请问一下先生，因为头都我哋上一台节目地方我都有讲到，其实绿队嘅物产嘅历史嘛，同嘢嘅文化嘅关系。但是我哋贵到一摆出卖所地方买嘅东西，头都先生有讲到讲，其實喺我哋貴到農作物太產嘅時節，太出嘅時節，我們從我哋明白農民都真的都看天吃飯啦，天要本來等太出，但是落價錢都可能如果太跌，好，農產物過少嘅時節，我哋價錢都過好，但是我哋消費者有一個經驗。嗰時其實每一年你都可以看得到啊，因為公司同消費嘅部分兩年係嗰種嚟幫來幫去，但是頭都我哋先生講喎，嗰種我哋咧黃梨太出嘅時間，我哋可以先去做黃梨醬，好唔單止可以無損嘅個酒，好同時以賣時間冇個酒，因為有些黃梨係一個季節性嘅東西，有些季節性冇嘅，好一片地方黃梨冇，你都買唔到嘅，但是黃梨醬是蠻可以用到明年啊，好蠻可以吃到。但是我想問一下講，譬如講頭先講嘅想法地瓜，嗰種講我入邊係種黃梨嘅人，好冇都講係想聽屬於黃梨嘅農民來講嘅吧。我哋係希望講，伊哋每個人都只講會擼黃梨醬下，還是講唔會希望講伊哋送到一個地方去統一做黃梨醬咯？通常哈，喺做安尼大量嘅，包括合作社啊，是安尼嘅農產嘅銷售嘅合作社。一般吼，因為冇安尼時間跟能力吼來處理安尼。冇安尼技術。伊要我都做大量嘅吼，伊就所謂打落來吼都結合咯。結合國家。係結合佢元素度嘅。古時候也種安尼加工嘅東西，到到中太時節吼，我哋農村其實有一些閒置嘅能力啊，也就閒置嘅能力吼，喺哪有咧？伊咧點來培訓也閒置嘅能力吼，來做加工。要做加工，不過決定你量化嘅銷售。嗰時候也係咪講你來即個做加工，係會遇到銷售嘅問題啊。所以說吼，有咧點做一個自賣所吼，
还其实俺哋还有啲绿队嘅四季酿工坊啊，春夏秋冬哈，有讲水果有蔬菜哈，也还可以。拿来卤是吧？天天也季节哈，有讲太爽嘅太凉神山嘅时哈，攞嚟四季酿工坊嚟做呀加工嘅。有四季酿工坊跟直卖所两个结合起来，就变成一个小组织，可以帮。迄假是运作吼，迄假是有好上嘅加入吼，也种嘅想法吼，有热情嘅容易运作。因好上经过加工，喺我哋有包装，有一些设计也係有年轻人嘅想法，你來越容易來推展。通講啦，安尼意思你講，我哋有一啲加工廠吼，四季樣嘅當加工廠，安尼話其實你可以把我哋嗰度小農，因為其實我哋台灣嘅農民路大部分都係小農啦，都大概2-3分田地，吼，看是種禾啦，吼，無都種啊等咧黃梨安尼吼，其實就是嘛係算小農。小農即下冇辦法去有能力講去處理一條事情，所以剛才有一啲推理加工嘅部分吼，推理加工嘅部分有啲好處，你講第一，就像頭先先生講嘅，係能可以用嚟等村莊地位，係能夠個閒嘅人啊，係能個閒，但是佢有技術啦。我先講，因為嗰度有白梅啊，吼，可能冇辦法聽數，但是白梅嘅技術一定好。尤其喺路嘅黃梨種嘅時間，後面啲白梅就全部過厲害。嗰時譬如話，等啲白梅啦，無論身上啊，等啲白梅可以講係等啲年輕人，好強下嚟做一件事情。後來都有一啲出賣所，好，但係都有一啲消費嘅地方可以去買東西嘅地方，但是也會有天然問題啊。剛才等啲行銷嘅通路咯，行銷嘅通路按呢以前，因為其實喺市場嘅地方，吼，除了做出東西以外，行銷嘅通路其實最難嘛，係最花錢嘅部分。哎呀，部分按樣可以解決。其實吼，我哋喺客家莊吼，除了幫呀農民做呀加工，也是用適種開發呀加工吼。你講我哋像按樣，其實我哋用加工一道。主要結天唔賣到東西，那麼製造生產一道，嗰時候一種嘅銷售嘅方式，都係透過網站哈來直賣所網站來，按嚟建立按嚟客戶群哈，line 嘅客戶群哈，按兩個都按嚟本身都推按嚟文化廣告哈，按嚟同遊客帶進來，有時還比嚟做 DIY 啦。有做小幫你做個 DIY 啦，還是種檸檬酵素、檸檬醋啊，鳳梨酵素啊 DIY， 因為看到甚至係中餐提供對你吃的也還喝我們的酵素，哇，他覺得不錯，能提供一健康的概念，沒有化學、無污染的那個概念，因為湯都會接受，也會想要帶一個伴手禮。嗰時也銷售嘅通路除了透過網站，透過把人客帶來體驗後帶嚟嘅伴手禮回去，咁樣做法。啊，你談方來路，我哋行銷嘅通路有魚嘅同食嘅嚇，魚嘅都講我哋網絡嘅部分一方面從網站上面去推銷我哋嘅產品，同時譬如我哋嘅 Line 啦，我哋嘅通訊嘅軟體就比如我哋咧嗰度人就提供，因為其實有啲人喺信息裏邊咧轉換咧陣時，其實都可以把啲信息全部去帶出去，嗰時都變成講用網絡嘅地方可以幫我哋咧國產嘅一啲情形排出去。咁聽嘢都講，帶人要來了時間，都可以親自去品嚐、親自去體驗一個產品。而家都馬上講，佢有而且我問啦，要好買冇？嗰時都提入去，我哋咧出賣所地方都有好買嘅東西。咁即係本嚟係魚嘅部分啊，我哋講其實喺網絡上面啊，其實我哋會接觸到人幾多。咁要上頭講，譬如講我哋從我哋入邊地方性嘅物產來講嘅話，我哋咧最主要嘅消費群係乜嘢？我哋消費群太普遍，有一啲口碑啦。因為一種嘅東西量產冇像食品工廠按大量不錯，但是我哋本地消費群有信賴關係建立後一定講唔很容易做嘅，甚至唔免嘛，伊嘅信賴關係建立起來時候，
我某片我初毕业吼，我都记个艺术史馆也忘记咗，本伊个难读伊个念，因为伊个台北吼，感觉讲，也做个东西吼，真好真好，吼啊伊如一般喺市面上做嘅吼都有安尼。讲啊有化学添加剂的呀，伊同安尼有信赖关系的时候，就会一直保持下去。有一屯有机的，当时安尼开始哈，有机刚推出来的时候，都会透过安尼消费者跟有机耕作者哈，直接建立安尼信赖关系。哦，唔用一定用认真，都信任啊，做嘅东西都信任，安尼就建立。现在按你讲嘛，还想到讲，真是同买东西的方式同我哋有机的产品是鬼像，因为我哋有机的产品唔係像我哋大量生产的产品，伊冇办法像一做都可以做幾多，嗰種伊冇必要去打我哋貼太嘅嗰種我哋講顧客群嘅部分，一部分嘛係因為我哋唔係講大量工廠做，大量都做嗰啲嘅囤貨囤咧，嗰種我哋希望做大量嘅廣告，我哋希望接觸到大量嘅一個顧客群。但是從從頭先講，其實也係一個算口碑行銷，用我哋講應該講也幾好哦，同時係新穎。我新穎嘢嘅做法，我嘛頭都唔講過，我嘛新穎嘢做法嘅時間，嗰種銷量，但是係穩定嘅一個銷售嘅一個我哋講消費者，其實嘛係我哋去創業嘅部分。我唔錯，我哋喺透過文化體驗、文化推廣嘅時候，其實我哋供應嘅午餐啊，就會加上必試吃，就口味有以前嘅。阿婆，骨頭，以為懷念哈，都這度哈就變成人哋直接顧客人哋顧客群咧。冇唔錯，係啊。咁像安尼我哋講物產活化的一啲想法，當初先生係對那塊是想到。像我也見到佢嘅太武山下地下湧泉哈。伏流水哈，也故事。除了安尼陪遊客去體驗呀伏流水跟客家莊的關係，雖然安尼屏東縣政府經驗對一幫年的二峰圳，我就講安尼客家組隊啊，安尼選民吼，有四個客家莊吼，以前還無族博的時陣，伊要金山要種樹的動態水呢，結果迄個金山吼要自然冒湧泉，要涵養地下伏流水啊，來灌溉啊，整個我哋客家的稻米農業生產，嗰種我哋旅遊體驗吼，除了俾消費者遊客體驗，我就講我哋是咧，我哋中午吃的吼，如大武山伏流水乖種出來的稻米的板條炒好啊，我哋是咧中午的水果，也係大武山伏流水吼。所滋養的甜美的熱帶水果，黃梨啦，火龍果啦，也攏安尼特產啊。根本呢，所有的體驗吼，攏同水有關係，是咧高的，甚至體驗呢，比如你高水他們覺得這個整個主題的塑造啊，會變得無感的體驗比如咁樣有冇有按氣呢？嗰種來講，我哋綠隊唔單止食的，還有飲到的，還有批到的，如果一塊土地上面最好的一個結果。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話講到個精彩故事。
翻過來，復起來，順帶節目，我哋來自屏東新北嘅葉振陽，喺線上同人講，佛山嘅一個流通嘅過程，還有以後嘅加速。我想請問一下，因為頭頭一開始嘅時節，你就係講，即係有啲屏南沙灘嘅上課嘛，嗬？呢邊人沙灘上課最主要係上乜嘅呀？我早期一直都保持佢樣嘅文化資源，調查啊運用應用係一部分，啊後來就加上產業資源咧，調查應用，也兩個結合起來，我哋去發現一個地方嘅特色，轉做一個文化體驗嘅主題，所以我研究也2年吼，我哋從範圍吼，唔單止咁做對啦，擴大到規個屏東平原，屏東平原我哋講應用呢度，順着也水路。順着也東港西還是林邊海也水路，重走也客家的天台路，了解下客家先民呢度，呢度也對啲推理環境用建立一個安身立命的一個客家莊一個總體的狀態，也對歷史方面的認識以外，個潛移默化也產業的部分。像頭頭講嘅等於說我哋歷史走讀嘅部分啊，嗰種嘅部分嘅課程啊，如線上會帶動我哋學生啊去到譬如講無腔樣嘅隊，去了解到幾個地方嘅一啲文化嘛。冇錯，係所以說也係部分嗬，除了認識以前嘅歷史，過來以前嘅產業，留下來嘅，對日本時代留下來嘅，我哋日本人嚟統治台灣的時候，聽我哋也愛聊西嘅沖積山平原，而且內部也有啲望梨山啦，伊個老皮農場啦，伊1000甲日本時代第一做嘅鳳梨合同鳳梨農場，合同鳳梨呢，伊都當時日本人都透過佢嘅經濟政策，同佢哋小鳳梨農全部整合起來，變成一個合同鳳梨農製罐工廠，並且資產生產咧合作一下，合同鳳梨，所以也有1000甲，像1000甲嘅面積，後來我哋屏東農場西希路邊又掘出300甲半呀，屏東技術學院跟住有700人甲嘅。面積。嗰時候其實睇我哋日治時代嘅時間，日本人咪可以提供南部嘅一啲氣候特色，伊日本做唔出黃梨嘛，或者都真係利用我哋南部嘅氣候特色，還有我哋水啦、人奶，其實大量嚟種黃梨。佢從頭頭嘅課程裏邊，除咗去到我哋無腔樣嘅地方去了解無腔樣嘅地方嘅文化以外，從頭頭講到我哋佛山上面，我哋咧學生咧會親自去做一啲佛山，比如我頭頭講嘅黃梨種，伊會親自去做。我哋課程去做讀前，還是講中午嘅時間啦，我哋會從我哋沖積山頂端。三角體嘅太不能種火龍果，都用火龍果，不如嚟做 DIY 做火龍果面疙瘩，當初都是也面疙瘩，轉做農產轉做我哋可以運用嘅方式。講火龍果嚟加一年，一種係比會多，哇，那個口感那個攤你生意我都覺得很好，口感很好。就變成一啲新的一種加工品啦，還有一種新的嗰種算是飲料啦，某一種產品。但係如果唔單止係一啲顏色嘅火龍果，亦可以變成一啲面疙瘩，同時加入一啲其他顏色嘅嗰種酵素產品以後，變得無腔嘅味道。因為線上今年也有帶有幾多嘅產品嗬，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講今年帶嘅產品，伊個意思係乜嘅？從書方我哋6隊呢期長期都佢會釀造偷油對吧？後來工業化後，有就會變下大量生產尤其係有大嘅通路嘅時間，人哋偷油要上架全聯還是上架一般嘅偷油工廠冇機會上架呢，因為做唔出按尼偷油同觀眾朋友分享就講。
安尼透油分做存量，至少要有6年的时间，啊，用汤一个煎的哈，存量个有后来存量按发暗藏的时间吼，我说有的生产者都加入那混合酿，加了快速酿的那些，甚至有化学酿。一般说透油那传统的透油纯酿的，有混合酿，有快速酿的。我说一般的消费者吼，伊哋安尼太卖创伊无了解呢，因为家私去决定啦。我说吼你来如讲安尼传统的做透油的吼，伊无法度去供应俾安尼太的卖场啊，因为货生产唔到按度会违法呢。契约谈唔到，所以无法度去上架呀。但是一般的消费者唔知讲存量多大的价值点来，咱哋透过安尼解说讲解吼，比了解讲产品的那价值点来，像安尼看很多嘢存量酱油都安样区别吼。你啲油啊吼，伊存量的伊自然的伊安尼泡沫吼，也都那植物性蛋白质啊吼。会更丰富，而且久唔会烧黑。那化学量吼，它推黑的，你存量如果是的，所以说本消费者体验后，甚至可以比品尝，那你中午的餐呐，也会给他调配啊你好，那常会他就觉得有点加吃，故说那你会透过你。这些大卖场没有的产品，你必须要到地方来找的。那透过屏东建议酱油以大带小来带动的地方的农特产品的只卖所谓小商品，屏东监狱的透油已经有一个口碑但是买排队冇唔错，可是头先我哋名都讲，我哋六对体产好本嘛吼，你等于讲一到东西其实系载体生产的，同时唔一定载体咱买到，因为伊冇办法像我哋嗰度嘅工业生产的产品，有佢大量嘅啲产量可以去直接铺到全国的某个连锁超商啦，某个连锁嘅啲店嘅地步，伊冇安太量，但是也系品质改好嘅东西，嗰是那一天爱到我哋六对嘅地方，咱可以买到一啲我哋载体生产的好物。咁頭先有嘛有講到一個特別，就講因為我哋嘅監獄嘅透油其實賣幾好，而有啲知名度嘛可以睇，但是聽到我哋知名度以外，可以睇到我哋載體嘅好物，像係啲賣出去冇得講，像我本人去注意到，有啲方法是什麼幾好嘅。等於你講，我哋可以用以大帶小，我哋大手牽小手，不用我哋載體嘅不產，嘛有一啲本土人發現咗一啲機會。冇唔錯，一向嘅以前係竹田文化園區經營嘅時陣，一邊都有買人嘅透油，咁樣透油，都繼續延續落來嚟對帶動體產嘅好物啊。像我想問下先生，因為其實我哋常常講，其實即個以前喺新北嘛，還有嘛有喺竹田嘛，咁我想講，喺未來咯，有啲文化推動，無論啲產業推動啊，啲路線無論腳步，未來打算去哪？而家有啲某個樣嘅新嘅規劃。其實早期台灣早期最早係啲地價動，在後重建，88歲在後重建，後來發現講，你旅遊服務中心嘅加動啊，迄伊哋唔咩安尼喺六隊嘅市中點，後來你有機會喺竹田有個火車站，屯遊客帶過來最主要嘅交通嘅便捷性，也讓消費者來到我哋嘅地方交通嘅便捷性係我哋旅遊決策消費決策裡面最主要嘅影響力。嗰種嘅東西就像有安尼機會竹田嘅經營，當然竹田經營有契約嘅期限都係規當係一家股票，但是規當嘅股票都可以用嚟步調來培力社大嘅學員同埋夥伴共同來從事農產種植
农产加工、农产销售啊，你如1、2、3级哈，加起来有6级化产业，那同时也还他们有分享透过游客旅游部分哈，把整个让你体验的价值、体验的丰富性哈，整个包装下来。总来谈好来等于讲，你可以讲，唔单止係對中快事哈，對做然後包裝，甚至講我哋用網絡啦、是實體嘅體驗啦，從一部分嗰種真是整合成功嘅時節，佢以為第一嚟講，而家知名度變得幾高；第二嚟講，以為一企業可以提供嘅工作嘅機會嘛，會變得幾多。那呢，你對自己內部嘅好。有一個動片沙期，應該沙期來經營，而且非營利組織來經營你嘅產業嘅部分哦，可以做到人民團體化個部署嘅防弊嘅思維啊，故所以呢用成立咧社會型企業嘅概念，我感覺也可以推廣俾將來嘅地方嚇。想要發展嘅產業文化產業來帶動地方嘅經濟，係一個很好嘅方式。因為係拄好去年呢吼，原來機會下內部鄉志啊，都對啊後續嘅農業農村哈，產業形態嘅組織轉換哈，可以用新的方式來思維。就用一種社會企業嘅方式，就可以幫人哋賺到錢，回饋到人哋社會，係咪咁嘅意思？係冇錯，像係動片沙期用，而且我哋最主要我哋公司化哈，公司化2年前有修法，已經修法通過，修法通過以嘅第一條，公司營利組織哈可以往社會型企業發展，有啲法源呢，有啲法源呢哈也見哈，唔單止用所謂的非營利組織嚟經營。因為非營利組織的經營吼，有賺錢的時候，派系就會產生啊鬥爭，有任期制。其實經營的產業吼，從其安尼感覺講，就非營利組織的經營呀，呢產業的部分吼，佢容易引起人的鬥爭啦。而且本身都有任期制，當伊個產業好不容易帶起來，下一個任期唔係伊嘅時間。甚至內部派系哈，要規個就滿係啦。變成你的問題會影響到幾多嘅事情。對，所以說我想講，用你的社會型企業哈，值得推廣。動片沙期因為用嘅社會型企業推廣哈，去年呢比今年得到金牌農村嘅哈。冇錯。嗰個聽到時代進步，其實更加幾多啊！人鄉村做些事情，唔像以前一定過去4天啦，無路做種餅咯。其實幾多啊！人鄉村可以做事情有幾多？今日幾感謝啊！人也欣賞了，那現場同分享安到6對體產河粉出賣所故事。多謝主持人，好面哈！也感謝觀眾朋友，有閒人做對的老了。休息一下哦，再聽下你現場來傾下認同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